大家好，我是罗胜彪。今天通过詹杜古仁波切的博文开示，要跟大家讲一个人们普遍上恐惧，但又很感兴趣的话题。能激起人们这种既恐惧又好奇的矛盾心理的，恐怕只有鬼。而仁波切的这篇博文就是《Questions on Ghosts》，关于鬼的疑问。在佛教里面，鬼其实是六道轮回的其中一道的众生，也称为恶鬼道。它跟畜生道和地狱道一样，属于下三道。其实鬼道除了恶鬼以外，还有夜叉鬼、罗刹鬼、福德鬼等有大能力的众生，只是因为大多数是恶鬼，所以才称为恶鬼道。一般来说，投生恶鬼道的业因是不善业，比如贪欲、执着、偷盗、牵令、不肯施舍帮助别人、见难不救等等。由于没有物理上的限制，鬼能以念头的速度移动。这句话很重要，以念头的速度移动，我下面再详细解释。而鬼的寿命可以长达数百年，甚至几千几万年，因此人间几代人看见同样的一只鬼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在人间已经交替了几代，但是同样的那只鬼却还继续存在着。在恶鬼道的众生远比在人道的众生来得多，跟人和畜生一样，鬼也有各种各样的性格。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很多鬼是人死后投生而成的，因此人有什么样的性格，肉身死后心识投生到鬼道，也就延续了同样的性格。刚才我说到，鬼能以念头的速度移动。念头的速度的意思是，当他一想到一个地方，哪怕是太平洋中的一座无人岛，甚至是月球、太阳或几千万光年以外的星球，他就能马上到达那边。他移动的速度是瞬间的。这一点乍听之下好像很不合逻辑，因为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发现最快的速度是光速，没有任何东西能传播得比光速还快。从这里到几千万光年以外的星球，以光的速度移动就需要几千万年，怎么可能像念头一样想到哪里就马上到达哪里呢？换句话说，无论距离有多远，它都能瞬间感应。事实上，科学家在几十年前已经发现了这种瞬间感应的现象，但是还没有办法解释，那就是一种叫做量子纠缠的现象，英文叫 quantum entanglement， 是量子力学里的一种已经被实验证实存在，但还无法解释的现象。现在让我以非常简化的方式来解释它。电子 electron 可以有两种状态，上旋或下旋。当两个电子的距离够近，它们可以变成纠缠状态，而使某些性质连接。因此，当两个电子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当某一个电子是上旋时，另一个电子一定是下旋。反过来，当某一个电子是下旋时，另一个电子一定是上旋。无论它们彼此的距离有多远，它们都能马上瞬间感应到另一个电子的状态，而变成跟它相反的状态。这里的重点是，无论距离有多远和瞬间这两句话。这两个电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理解的纽带，让彼此瞬间沟通。哪怕一个电子在地球，另一个电子在月球，它们之间的沟通也是瞬间的。这是非常诡异的现象。这种现象违背了传统的科学常理，连有史以来最顶尖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都不能解释，他只能把这种现象称作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他这句话恰恰说中了我们今天话题的重点，那就是像鬼魅一样的现象。鬼的念头想到哪里，它马上瞬间就能到哪里。所以，同样的概念就能用来解释之前我所说的鬼能以念头的速度移动的现象。其实不只是鬼能以念头的速度移动，神灵
和佛菩萨也能够，它不是什么特别的法力，只是因为鬼、神灵、佛菩萨这些都存在于跟我们人间不同的次元空间 （dimension）， 不受到物理的限制，他们都办得到，所以它不是什么特别的法力。由此可见，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有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我们知道了这种现象之后，奉劝大家不要有事没事就去想到鬼，或者是去做一些跟鬼沟通的活动，比如玩碟仙，或者是找灵媒进行通灵等等，因为很有可能你所想到或尝试沟通的鬼，瞬间就出现在你面前。到时你准备好了吗？请鬼容易，送鬼难。言归正传，当有人说他不信鬼神，不信佛菩萨的存在，因为科学证实不了，其实他才是真正的迷信。佛陀2600年前已经说过的话，比如说鬼神能以念头的速度移动的这种现象，科学到今天才有能力证实，而且还是有很多因为科学的不足而证实不了的。所以，我们相信科学，就更应该相信佛法。只相信科学而不信佛法，那才是颠倒，那才是真迷信。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到占知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chamrinpoche.com/l/cn。谢谢大家。